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等我赚多一点，下个月一定开始存钱？但现实是，不管你赚多少钱，月底都是一样打回原形。很多人以为存不到钱是因为收入太少，但其实呢，方法才是关键。真正的理财是先分配再消费，就好像吃饭，你是先夹菜再加饭，你才不会吃到太饱。钱也是一样这样用的。今天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懒人存钱故事，就是将你的日常生活费用，譬如你的房租、水电、一天3餐，控制在你月薪的50%，下来30%就强制自己先存，拿来投资跟储蓄，剩下的20%是用来娱乐享受。所以理财不是不能花钱，而是花得更安心，而且有花才有更有动力让你继续努力。不要小看这30%，你每个月只要先存下来，过几年后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。如果你是月光族，试试看这个方法，真的可以改变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记得收藏，可以分享给朋友。